什麼是腰部椎管狹窄？椎管狹窄係指腰部椎管空間變細，導致神經根受到壓迫，出現下肢放射性麻痛。椎管狹窄主要成因其實有兩個：第一，椎間盤突出；第二係黃韌帶肥厚及摺疊。通常係椎體浪冧發椎間盤突出，壓迫脊椎神經，導致腰腿麻痛。而黃韌帶肥厚同埋摺疊會令椎管空間縮細，而壓迫到脊椎神經，加劇腰腿麻痛。最常見嘅病徵叫做購物車症狀，即係患者站立時下肢會有放射性麻痛嘅感覺，而向前彎腰時呢種痛楚會暫時舒緩。相反，站立時腰部後仰，椎管變得狹窄，同時增加壓迫脊椎神經，導致腰腿麻痛增加。雖然向前彎腰可減少椎管狹窄，若長者長期彎腰，便會導致腰椎變形同埋駝背。生活中某啲不良習慣，例如經常過度彎腰或者搬重嘢，甚至身體過重，都可能成為腰部椎管狹窄嘅誘因。至於治療方法，好似打針、食藥、理療、針灸等保守療法，不一定起到作用，而且費用又太貴。所以我哋研發咗一款專門針對椎管狹窄問題嘅腰部牽引器 B18C， 冇風險、冇副作用，適合任何時間同地點使用，有效減輕脊髓神經壓迫，促進椎管內血液同脊髓液流動循環，改善腰腿麻痛，真正幫到有需要嘅你。有興趣者請聯絡查詢。